国际消息来看，日本前经济安保大臣高市早苗昨天当选自民党的总裁，有机会成做日本头一个女首相。除了甲咱台湾有密切的来去，伊嘛甲前首相安倍晋三同款，主张台湾若出代志，都是日本出代志。总统也强调讲，希望会当继续来推动台日的关系。也若前总统蔡英文嘛普文来加以恭喜。今年4月，高市早苗以日本自民党众议员身份，率领5位新生代国会议员访问台湾，展现伊长期坚定的友台立场，甲明确的抗中态度。继续伫2021年、2024年了后，第3摆投伫自民党总裁选举，即马确定当选自民党史上头一位女性党魁，也有希望成做日本頭一位女性首相。台湾も日本もこれからお互いに防衛力は強くし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非常にセンシティブな情報を共有する準同盟になるかと思います。そういう幅広い協力関係を作っていく、そして情報共有の場を作っていく、ここに専念をしてまいりたいと思って。高市早苗是甲台湾互动上密切的日本政治人物之一，即马成做自民党创党70年来头一位女性的党魁。伊捌几啊摆讲过，台湾有代志就是日本有代志，挺台日合作。 I think the fact that a woman has been elected is obviously a milestone in Japan, and perhaps seeing a woman achieving top political office will be something that makes younger women in Japan think that it's possible to achieve top-level jobs in the economy and in politics. 高市早苗提出的政见是希望照着大胆的危机管理、投资加成长投资，展现强烈的经济力加外交力。综合大学名誉教授相田宪彦认为，日本目前面临物价压关等眼前挑战，也面临人口减少、经济衰退等长期困境，加上政治温忧，拢是高市未来一步一步要面临的挑战。公视新闻采访报道。